他们都是一些零碎的只言片语，我也没听清楚。但是我听到了一个人的名字，他们每当说到这个人啊，声音高涨，义愤填膺，还破口大骂呢。他们在骂谁？他们好像在说什么敖王吧，敖乌龟，还敢称自己是第一勇士，早晚把他打得满地找牙。小丫头，你别害怕，你给我往下说。后来呢？这后来啊，小女子就听明白了，好像是知府大人想带小女子去那个什么明珠谷，刚才说的明珠谷，但是那几个黑衣人呢，天使不让，他们让知府大人把小女子给杀了。当时我怕极了，这个时候，知府大人旁边的卫队长直接把刀就给拔了出来。驾！你来驾马车，我去对付他们。我不行，我不会驾马车。想死就快点，抓住缰绳！快！再后来呢？再后来，小女子就拉着马缰绳，一直跑啊，就听到后面刀剑撞击的声音越来越大，我就跟着马车一直跑。这后来马儿累了，停下来了。小女子怕他们赶过来，把我杀了，我就跑了。这个卫队长是我安排在孙福身边的一个密探，多半是他发现了孙福和乱党勾结，所以这个孙福才会杀人灭口。小丫头，出了这么大的事情，你怎么不去报官呢？啊！我害怕呀，一个是知府大人，另外几个是歹徒，我怕我去报官以后反而会送了小女子的命。那我问你，你后来怎么又跑到京城来了呢？因为小女子不敢留在袁州了，小女子怕他们追杀我呀，我就想说，要不要回京城找自己失散多年的哥哥呢？但是京城这么大，我找不着啊，就只好干一些小偷小摸的事儿，过日子了。中堂大人，您说这丫头说的这番话可信吗？此事涉及到诸多复杂的背景和隐秘之事，绝非一个普通的小女贼所能够知晓。可是她又说的这番流畅，不像是临时编出来的谎言。大人，小女子再也不敢了，小女子再也不敢偷了，死也不敢偷了。大人，妈妈，帮我劝劝大人，别杀了小女子啊！这是小女子以前偷的，全当孝敬您的。帮我跟大人求求情，千万别杀了小女子啊！中堂大人，您看这丫头该如何处置？且先不要声张，这样，先把这个小丫头带回府上再说吧。多谢大人，多谢大人。